美国表示，中国的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中国整体的人权状况在继续恶化。美国将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继续向中国提出人权问题。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和戈威的报道。Our just complete annual dialogue with China on human rights. 2012年美中年度人权对话星期二落幕。美方代表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波斯纳星期三表示，美方尤其关注给予中国人更多话语权的问题。双方讨论了对互联网自由的限制、宗教和少数民族，以及国际公认的劳工权利，以及中国的司法改革等问题。1990年以来，美中两国已经举行了17轮年度人权对话。连续3年参加美中人权对话的波斯纳助理国务卿说，美国承认中国过去30年来取得的巨大经济发展，成千上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虽然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但中国的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中国整体的人权状况在继续恶化。律师、博主、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记者、宗教领袖等呼吁中国进行和平改革，其中一些人被捕或拘留。我们特别提出的案子包括高志胜、倪玉兰。我们敦促中国政府释放这些活动人士，包括被监禁的民主活动人士刘晓波。我们也关切陈光诚的侄子陈可贵被剥夺法律代表的案子。我们提出了，并将继续提出我们对40多名藏人自焚事件表示的深切关注。在与中国对话时，美方提出了几十个具体的案子，比如李旺阳死亡案、怀孕7个月被强迫引产的冯建梅案，以及维吾尔人和藏人被剥夺宗教信仰自由，他们的传统文化和语言受歧视等。波斯纳说，这次对话是我们在人权问题上同中国接触、进行深入讨论、探讨具体问题和具体案例的机会。对话不是谈判，而是我们坦率、诚恳接触的一种形式。他说，我们对话的内容对成百上千万普通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在世界上为人们所倾听。波斯纳强调，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将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继续向中国提出人权问题。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